雅典 Freak 系列記3模設計究竟係邊3模？咁就要由20年前開始講起。雅典喺2001年發布咗 Freak 系列記第一款手錶，佢記特點就係放棄咗傳統指針設計，做到3模，無錶冠、無錶盤、無指針，直接用卡羅素機芯作為指針，所以喺錶面就已經可以直接睇到機芯記運行。呢個設計喺當年已經非常前衛。Freak 當年更係業界第一款用 Silicon 去製作群眾系統記手錶。Silicon 呢種物料比起傳統金屬更加防磁抗震耐溫。去到2025年，市面上有唔少手錶都係用緊 Silicon 去做。而今日要講嘅 Freak One 就係集系列多代大成。2001年經典3模設計，2013年 Freak Cruiser 開放式齒輪械，同埋2018年 Freak Vision 磨床式自動上鏈系統，可以話係集合咗 Freak 一直以嚟計大膽設計係一隻錶島。Freak One 調校時間方法亦好方便，只要打開錶圈鎖就可以轉動錶圈，分針亦會跟住錶圈轉動，咁就可以調整時間。